其實個免疫系統佢本身係有呢個能力嘅，佢後嚟係因為某啲原因削弱咗。我哋只不過就係將佢現有嘅免疫系統恢復佢正常，促使受損咗嘅組織發育。個觀點就話免疫力過強，就所以造成咗呢個腎病綜合症。我哋認為係個免疫力唔夠強大，免疫力唔夠強大，即係話個免疫系統唔夠強大一樣嘅，呢個含義係相同㗎。咁我舉個例俾你聽，譬如呢個警察捉個賊，知道個賊喺邊度，但係呢個賊咧喺一群人入邊有100個人，佢係混雜喺入邊嚟。咁但係個免疫系統唔夠強大咧，就有2種可能嘅表現形式。一種咧，佢知道喺入邊，但係唔知道邊一個，即係嗰個信息唔夠強，偵察唔到確定係邊一個係壞蛋。你一個混雜喺100人入邊，你要識別先到㗎，即係個識別能力唔夠強。你識別能力唔夠強，你捉唔到個壞蛋啦。你只可以亂打會打死好多平民喎。呢度一種唔夠強大嘅表現。還有另一種唔夠強大嘅表現咧，就知道嗰個人喺邊個位置，並且知道佢係排喺第4排中間嗰個位置咁。但係呢個警察佢係得嗰啲手榴彈，得個手雷，或者得門大炮。佢要打嘅時候，如果佢打一個手雷過去，個壞蛋死咗啦，上磅平民死咗。所以如果呢個警察有一個好先進嘅定位追蹤系統，能夠及時識別呢個壞蛋喺第幾排邊個位置，佢手上有把好強大嘅狙擊步槍，咁我唔敢打死嗰個壞蛋，隔離啲人唔受傷。其實人嘅免疫系統好強大嘅，即係正常嘅話，佢好強大，佢真係識別到㗎。真嘅。你諗下依家我哋啲即係譬如流感夾流感病毒入去，咁可以消滅你嗰啲藥物醫好嘅嘛？就個免疫系統去消滅咗啲病毒啫嘛。嗰個免疫系統知道嗰個病毒喺邊度，然後去消滅佢，係有呢個能力㗎。所以多數人得嘅腎病，佢急性腎病佢好快好咗，即係佢嘅免疫系統還係正常。如果個免疫系統有結合能力弱少少，佢咪唔能夠徹底打人。其實佢唔係話完全打唔到，但係佢就唔能夠徹底打得到。佢唔能夠徹底打到，就係變咗個戰場處於相持狀態。呢個戰場係長期存在。咁你長期存在，你話嗰度會唔會受損咧？正常組織受唔受損咧？一定受損㗎。因為佢嗰個治療咧，佢亦冇從根本上解決嗰個病因，佢都係對症去療。對症治療咧，係個病患比較輕嘅時候，佢去消除所知道嘅症狀。知道嘅症狀，腎病嘅主要一個症狀係腫㗎嘛，即係比較早期。咁佢會係用啲利尿嘅藥物，咁佢咪會覺得佢好轉咯。但係佢嗰個根本原因冇消除到啫。根本原因就係個腎本身係還有啲病嘅因素喺度，即係會引起嗰個免疫系統要去起作用嗰個病嘅因素仍然存在。佢哋就係冇呢個消除原嚟嗰個因素嗰個，會唔會個免疫系統佢持續起作用咯？其實會有唔同個流派咯，但係個唔同嘅流派，我哋就唔去深入去考好啦。我哋知道嗰個結果，因為如果真係有一種無論咩流派都好，只要有一種技術係能夠徹底醫好呢個病，即係醫好唔使去透析咁嘅情況嘅話，時間一長，呢種治療方法一定會成為一種主流嘅治療方法啫。個社會上一定會知道啫。如果佢話呢個技術係祖上3代都已經傳落嚟啦，咁你話有冇可能藏喺度唔成為一種主流嘅醫療方法？冇可能㗎。因為我哋全國依家有咁多人得呢種病，佢始終會慢慢傳開嚟。我哋嘅治療方法係咁，我哋嘅核心治療方法就係提升嗰個免疫力，俾個免疫力將啲壞蛋消滅咗，咁就徹底解決咗個腎自己修復。修復咧，我哋又會去輔助佢修復，因為凡係一個慢性病毒，一時間長咗咧，係會嗰個環境係一定受到污染嘅。即係好似一個戰場打咗之後，佢有好多廢物喺度嘅，你要重建一定要清理嗰個環境嘅。
咁我哋咧呢個理論又可以清理，因為我哋一個好核心嘅詞叫做咩？無用免阻。我哋要清理嗰啲無用免阻質，又係我哋一個技術。我哋清理好一個提升咗佢嘅免疫力，第二清理好嗰個戰場嘅廢墟，咁我就識會生長啦，啲生長咪就會恢復咯。其實個免疫系統佢本身係有呢個能力嘅，佢後嚟係因為某啲原因削弱咗，我哋只不過就係將佢現有嘅免疫系統恢復佢正常。第二咧係促使受損咗嘅組織發育，因為既然經歷咗呢一場戰爭嘅話，佢一定係有一個戰場係有好多廢墟、好多有害物質喺度嘅，我哋要幫佢清理。提升嘅免疫系統咧，其實有個原理咧，同呢個清理呢個廢物呢個概念係相同嘅。舉個例，好似一個房間有啲曱甴，有3隻曱甴，你要打佢嗰個曱甴咧，正常情況下，我哋個人去打佢係好容易，人就相當於係免疫力嗬，個曱甴就係病嘅壞蛋，好容易打佢嘅。但係有時就打唔到喎，點解打唔到？呢個房間啲雜物太多，佢匿喺入邊，有啲雜物。或者有堆垃圾喺度，嗰個曱甴捐咗入去嗰啲垃圾入邊，咁你點打？你打唔到啦嘛，打唔到我點樣做？唔嚟點樣打先？我首先將嗰啲雜物搬走，啲垃圾清理好佢，一清理咗嗰個曱甴路喺度啦，佢還走得甩，你就好容易打咗佢啦。所以呢個其實亦係提升佢嘅最終嘅免疫效果一個重要因素。一般嘅慢性病就都有類似咁嘅問題嘅，無論個腎又好，個咽喉又好，或者個肝又好，都會有類似呢個問題嘅。只要係慢性病咗都有呢個問題，咁我哋就清理咗佢，一個病無處可藏。呢個大原理係相同嘅啫，所以我哋咪可以醫到好多病咯。當然我哋個清理垃圾個廚房唔係完全相同，因為唔同嘅部位係有差異，但係個大原理係相通嘅。我清理咗呢個房間入邊嘅垃圾之後，個病就裸露咗出嚟，個免疫系統要攻擊嗰個病就很容易。點解急性狀態佢先能夠醫得好啫？因為急性狀態佢未有咁多垃圾嘛。呢個原理係共通嘅，都可以。風濕即係嗰個風濕性關節炎啊，痛風喺西醫亦係歸類於自體免疫病嘅。呢個類風濕更加難醫嘅啦，呢個紅斑狼瘡啦，嗰啲都係可以醫嘅。